歐洲軍力真相：將死的紙老虎布魯塞爾致意。2025年歐洲國防開支達到5630億美元，佔全球21%。德國2026年預算升至1368億美元，但根據 ICE 軍事平衡2026和 CIS 報告，這些投入並未改變歐洲軍事實力的核心現實。在高強度持久衝突中，其真實作戰能力遠低於紙面數字，與美軍相比更顯無力。空中力量數量可觀，投送與持續作戰能力受限。法國擁有974架軍用飛機，其中223架戰鬥機以陣風為主。英國625架飛機含103架戰鬥機颱風與 F-35B， 德國569架飛機含127架戰鬥機歐洲戰鬥機與旋風。三國總和看似強大，實際作戰能力卻嚴重受限。歐洲空中加油機總數僅約30架，法國15架 A330MTT 為主。戰略空運依賴少量可靠性不佳的 A400 米和北約少量 C-17， 完全無法與美國600多架加油機相比。德國 F-35E 已訂購35架，計劃增至50架，但現役機隊就緒率低，維護積壓嚴重。法國陣風現役僅225架，空天軍185架加海軍40架。英國 F-35B 雖先進，但完全依賴兩艘航母可用性，電子戰規模不足。太空 ISR 高度依賴美國衛星。德國計劃2030年前投入350億歐元空間項目。歐盟太空盾牌也在推進，但目前仍無法實現自主長航時偵察和導彈預警。一旦失去美國 C-17、K-46 加油機和太空支援，歐洲空軍將難以投射至歐洲以外區域或維持高強度作戰。相比之下，美國擁有13032架軍用飛機和1791架戰鬥機，能實現全球24小時空中優勢。歐洲三國總和僅相當於美軍空中力量的不到10%，完全無力獨立對抗。海軍力量存在感強，遠洋投送能力有限。法國166艘艦艇，包括1艘核動力大高樂號航母和3艘西北風級兩棲攻擊艦。英國116艘艦艇，含2艘伊麗莎白女王級航母。德國96艘艦艇，以11艘護衛艦為主，投送能力實際極為有限。西北風級每艘可載450名士兵，13輛主戰坦克，但3艘總運力少，且常分散執行地中海和印太任務，無法同時進行大規模兩棲突擊。英國阿爾比恩級退役後兩棲能力出現真空，新艦計劃尚未服役。德國完全沒有航母或大型兩棲平台，航母打擊群持續作戰時間短，全球基地網絡規模小，後勤依賴美國衛星和支援。法英合計19艘核潛艇維護壓力大，無法多線高強度部署，遠程對陸打擊和彈道導彈防禦能力薄弱。歐洲海軍適合低強度巡邏和人道救援，但在遠離本土的高強度海戰中，投送深度和持久力將成為致命弱點。相比之下，美國擁有465艘艦艇、11艘航母和66艘核潛艇，總噸位超過歐洲三國總和的10倍以上，可同時部署多支航母打擊群進行全球高強度作戰。歐洲三國聯合艦隊在美軍面前完全是無力投送的紙老虎。火箭軍力量火力支援的明顯短板，英國約44輛 M270B1，計劃升級擴充至85輛，德國約33輛 Mars2，法國僅剩9輛 LIU， 可用率不足一半。2027年全部退役。法國新國產火箭系統測試推遲，且無法完全整合美國 GMLRS 彈藥。英德雖在擴充，但彈藥庫存因援烏消耗緊張，生產線規模不足。三國軍缺乏獨立長程、精確飽和打擊能力，在高強度衝突中將迅速面臨火力枯竭。相比之下，美國擁有1731輛 MLRS HIMARS 系統，配備先進精確制導彈藥和遠超歐洲的射程，能在高強度衝突中提供壓倒性火力支援。歐洲火箭軍總和僅相當於美軍的零頭，根本無法形成有效戰場火力。為什麼歐洲這個軍事紙老虎已失去復興機會？歐洲軍力復興面臨難以逆轉的結構性死結，人員危機最為致命。人口老齡化導致適齡青年持續減少，高就業環境下軍事職業吸引力低下。德國現役僅18.5萬人，招募保留率長期不足，即使啟動強制登記也因政治阻力難見成效。工業與採購碎片化雪上加霜，25個以
上獨立軍隊裝備標準不一，重複採購浪費嚴重，規模經濟無法形成，從訂購到形成戰鬥力需8至10年，遠落後於威脅演變速度。財政與政治制約進一步鎖死可能，高福利債務壓力限制擴軍空間，成員國各自優先本國利益，公眾反戰情緒和平紅利思維根深蒂固，難以形成統一指揮或共同採購。時間窗口已徹底關閉。冷戰後30多年能力空洞需10至15年才能填補，而俄中軍力擴張遠快於此，美國減少歐洲駐軍的趨勢也日益明顯。IS 和 CIS 判斷，即使預算持續增加，歐洲也只能作為北約區域補充，無法成為獨立戰略力量，更別提追趕美軍全球霸權。